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日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美国股市今仔日收红盘，道琼指数头一摆冲破3万点。因为美国总统已经要开始交接，政治上无确定的因素已经排除。那以风险研发冒传出好消息，明年的经济有希望会当恢复。现任总统川普头拄仔日先恭喜道琼指数创下新高，再来个按照传统伫白宫举办赦免会计仪式，嘛向医护人员说道谢。Corn, I hereby grant you a full pardon. Thank you, Corn. 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白宫主持传统的感恩节会计赦免仪式，正是讲伊同意政权交接，啊，毋过无承认败选，所以伫咧赦免仪式顶悬的发言嘛，互人注意。Today is my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his year's lucky bird, Corn, and just in case we needed him, Cobb. Corn and Cobb. That's not too hard to remember, is it? During this Thanksgiving, we extend our eternal gratitude to the doctors, nurses, healthcare workers, and scientists who have wage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China virus. 就算干那环保得到赦免，啊，毋过根据惯例，两只飞机拢袂互抬去食。棒棒会陪环保，伫咧爱荷华州立大学度过因的一生。这是川普2016年担任总统以来第4年伫咧白宫赦免会计，前3届拢趁机会滚耍笑，去年就摕家己的单项案来提笑奖伊。伫赦免仪式进前，伊才伫白宫恭喜美国头一届超过3万点。I just want to congratulate everybody. The stock market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just hit 30,000, which is the highest in history. 美国收盘道琼起454.97点，以3,046.24点收盘。根据分析，总统当选人拜登开始政权交接，政府的无确定性减少，佮加上疫苗研发连续传出好消息，投资人相信明年的经济会当恢复较正紧。川普伫日时的选举诉讼战佮一届来失败，并就认证拜登胜选，啊，毋过伊无亲嘴承认败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国内来关心，卫福部家己病院麻醉科主任张庆辉的查某囝伫韩国读册，结果伫韩国互啉烧酒赛车的人弄死。伊发起联署，希望韩国政府会当重视，嘛拍影片，希望更较侪人会当斗支持。我们一家都毁了，我们希望他的死并不是白白就牺牲了。面对镜头讲到伊过往的查某囝，是讲甲后甜嘛毋甘。卫福部家己病院麻醉科的主任陈庆辉讲，伊28岁的查某囝伫咧韩国的大学读新学班，煞伫咧初6暗时，伫咧小年要登去厝里的路面，煞拄着车祸。伊车顶的时阵，行伫咧马条线顶悬，煞叫一个啉酒赛车的人因为窜红灯弄着，怎不幸来死亡。一个家庭就安尼怎破碎。张庆辉向青瓦台发起联署，要求韩国政府提悬啉酒赛车的刑责，希望莫阁发生这款的不幸。这请愿要超过20万份，韩国政府才会重视。我们现在只有5000多份，请大家真的帮忙一个破碎的家庭。不过，若要韩国政府重视啉酒赛车的议题，条件并无简单，至少要超过20万份的请愿人数。张庆辉将查某囝的后事办了，为韩国返来台湾了后，人目前还阁伫隔离。透过影片，呼吁更较侪民众参加联署。因若联署书的内容，讲到家属思念查某囝，悲痛万分，将来当恳求韩国总统还阁有议员，看到因悲惨的遭遇，互啉酒赛车有更较严格的法律，防范悲剧搁再发生。因若家己病院的员工嘛做伙参加联署。另外，立委是表示，会随协调各单位提供协助。家属爱坚强啊吼，爱这爱。第2点，我感觉讲，咱的外交部要协助于家属。到20时暗时为止，请愿人数数为原本5000份，快速请愿到超过7000份。不过，离20万份的条件，还阁有一段距离。立委强调讲，而且警政署甲韩国警方多多交流，想办法解决台湾人伫外国发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中央大学对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册的女大学生去防杀害案件，死者家属已经透过台湾律师提出3项诉讼，内容包括国赔、判嫌死刑，若准台湾无法度处理，会要求引渡嫌犯去马来西亚审判。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台湾人伫台湾犯法会依照法律严办。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台湾方面。
为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册的女大学生，顶个月28伫台湾被杀害。家属23伫马来西亚召开记者会，讲因顶个月来台湾的时阵，真感谢台湾甲因斗处理查某囝的后事，嘛提供各种的协助。不过后来因也是透过马来西亚，还有台湾的委任律师，要求台湾政府一定要甲凶手处重刑，而且申请国赔。在这起事故不会白白的牺牲，我们需要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台湾司法界的最高的刑罚，也就是死刑。也希望校方、警察及重视这个校园校外的环境，提升保安措施，提升各方面的警觉性。将来会看这个检察官他的起诉书的内容，我们再来决定。记者会还佫讲到总统蔡英文承认女大学生发生这个不幸是台湾疏忽造成的，加上台南警方有涉案的嫌疑，这个疏忽会当构成台湾当局赔偿的证据。委任律师表示，若是台湾的司法无法度照因的意，就会透过马来西亚司法的庭事提出引渡的要求。不过，根据引渡法，别国请求引渡的人犯，若是咱国的国民，都应该拒绝引渡。对于我国的法治大家都很清楚。国人在国内犯国法，我们一定依法严惩严办，必须要依照我国的引渡法规定来处理。不过，对于犯罪嫌疑犯，我们检察机关一定会依照个案的情状来严惩重办。那家属嘛，这期学校有疏失，包括无提醒学生，还佫要求学生甲网络顶找人的图文摕落来。针对这点，学校表示已经配合教育部的调查，嘛会深深检讨。那台南市长黄伟德会协助家属提出国赔的申请，嘛甲法院发声。我们愿意协助家属来做一个国赔的申请，也期待法院的判决要符合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共同的期待。学校是配合警方，这一切都是为了担心影响办案进度、办案困难度的关系。经办的桥头地检署按算伫2个月期的期限内，也就是今年上尾1天进前，甲姓杨的嫌犯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明仔载2天，东北风有略略减弱，温度嘛小可回升。咱来看温度，今日东北风减弱，敢若东北部有短暂阵雨，明仔载落雨机会会搁较减一寡。若大台北、恒春半岛嘛有13%雨。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拢是好天到济云。伫温度方面，北台湾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5度到28度，中南部高温大约是29度到30度。若各地低温是19度到21度，日时暗时温差会较大。空气品质的部分，新竹、苗栗以南因为伫风尾，空气品质不好。中部外近山区的所在，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感觉是个提醒。虽望拜三拜四天气会反烧落，毋过到拜五，阁有一阵较强的东北风会瓦近，会开始寒到下礼拜。气象局嘛预测讲，今年的寒天普遍会是较大冷，雨水嘛无介济。今年9月份到11月份，台湾的平均气温比正常值较小落，创有观测记录以来的第3高温。毋过，所落来冬季气候受到反省的现象影响，预计温度会接近正常值，较明显的低温会出现伫咧1月份。若是规个冬季的降雨量预计会是较少。气象局嘛提醒，今年6月份到11月份，台湾的降雨量敢若气候平均值的6成，所落来冬季的雨量较少，全面爱继续来对抗扩大。目前反圣婴的情境来看呢，最强的反圣婴的时间可能是在今年底到明年初这段时间，到明年春天之后呢，才会慢慢的减缓。那它在减缓过程里面，其实对我们台湾的影响还是有可能会产生雨量偏少的这种情况。拜三到拜四气温会暂时较小落，到拜五计有一波较强的冷空气落来，而且嘛挂水气，北部、东北部湿淡的感受会真明显。星期五开始，另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们是预估是东北季风的强度，到时候各地的温度就会感受会比这波来得更凉或冷啊。当然，北台湾的影响最为明显。我们预估在周末的时候，北部、东北部的高温只有19度、20度左右。南部地区伫礼拜六暗时嘛明显感受到气温降低，气象局提醒民众，这礼拜天气变化真大，要注意加穿衫。下礼拜开始正式进入寒天，冷空气会直接落南，会当开始准备寒天要用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详情，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
天主教到中方济各地出版的新册内底，头一摆替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的人权问题发声，嘛甲因的处境甲缅甸军政府屠杀罗兴亚人提来比拼。这个态度嘛，致使梵蒂冈甲中国的关系即马出现变数。中国是背回讲教宗的指控拢无证据。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姓詹的民众2天前坐台铁的区间车到新竹火车头，因为唔知影已经到站啊，留伫车厢内底。司机员发现了后，开门叫伊沿铁基路行出去，结果转去互自强号弄着，弄断高级鼻仔骨。伊向台铁要求赔偿，法院判台铁有过失，要赔368000块。来看《联合报》，新向冠状病毒的预防下，研发有传出好消息，国际航空公司嘛量早咧替航空运输安排做准备。澳洲航空已经宣布讲，预防下若上市了后，会要求旅客在坐飞机进前，拢爱先注预防下。其他的航空公司即马嘛拍算要对咧做。来关心咱国内的药厂高端嘛对外表示讲，预防下研发已经完成第1阶段的临床试验，12月初会申请第2阶段，希望伫明年6月份会当上市。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讲，咱政府向国外买预防下拢总460万吨，明年的第1季就会到位。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生团，各国研发疫苗传出好消息。国内疫苗公司高端也伫2时的法人说明会表示，高端新冠疫苗的抗原来自美国国卫院 NIH-S2P 即2倍，甲最近公布免疫保护力有94.5%的莫德纳拢使用同款来源的抗原。目前临床试验1期已经受案完成，按算12月初会送出2期临床试验审查文件。预期在12月下旬，那么顺利开展我们2期临床试验，已经准备好100万剂。那么在这个第1轮的时候呢，那可以提供我们国人来使用。高端表示，伫政府协助之下，要拼明年5、6月完成所有2期临床试验甲相关的文件，上半6月底进行摕到紧急使用授权，予第1批疫苗上市。指挥中心第1摆透露，台湾新冠疫苗货量上加砍站至今已透过 COVAX 摕到460万剂，开差不多4830万美金，相信明年第1季应到会。就是这个疫苗，就是占它人口的10%到50%。然后，如果这个疫苗通常都是2剂啦，目前的这个疫苗是2剂，所以我们有加入这个部分，我们的买的范围就是10到50% 的人口数再乘以2，大概是这样。这是 COVAX 的部分。英国牛津大学甲阿斯利康制药合作研发新冠肺炎疫苗，根据第3阶段的中期试验上新数据指出，有效程度平均是70%。比莫德纳有94.5%的防护力，甲辉瑞的 BNT 防护力95%比，阿斯利康的数据无遐尼好。Higher efficacy regime is better tolerated, and also there's a hint that it may have an impact on asymptomatic infection, and therefore possibly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虽然保护力的数据看起来不如竞争对手好，不过因为较好储存甲配送，而且成本也较低，才优势。若是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也伫全球防疫发挥重要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即马也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900万例，死亡人数有14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依次618例。中国嘅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700例，日本已经超过1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嘅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278万例，印度已经超过917万例，伫巴西是超过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61万例，法国超过220万例，伫英国超过154万例。美国的疫情继续在拖，纽约州过去3礼拜住院的比例大大增加128%。因为美国过年、感恩节甲耶诞节要到位，纽约州长古莫是呼吁大家爱挂喙安，莫去人伤济的所在。那纽约因为死者伤济，有的遗体拢暂时放伫公园。真侪大型冷冻货柜就停伫美国纽约市的日落公园，内底藏的拢是纽约新冠肺炎确诊的死者，大量的尸体因为无法度即时处理，更会当暂时放伫遮。
自今年4月份以来，纽约市为着要解决殡仪馆太平间无够的问题，市府说暂时的救灾太平间第一个冷冻柜规停的地点就是日落公园，上这时阵保存要700区的新尸。Close your window, sir. Close your window. Left side, left side, left side. 汽车伫咧快速检测站头前排队，这是纽约州的史坦顿岛。因为确诊数量快速增加，市府会对史坦顿岛实施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Staten Island, and I know Staten Island went through so much in the spring. We'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this time to make sure the Staten Islanders get what they need. 美国累计确诊超过1240万例，超过25万人致病死亡。纽约州过去3礼拜单日率是增加128%，因为感恩节甲耶诞节就伫要来呀，嘛烦恼讲疫情猖獗。纽约州长古莫挂特别做的喙罨，呼吁大家爱甲喙罨挂好，唔通甲感恩节回家有同款的文明。Don't be a turkey this Thanksgiving. Wear a mask. Don't be a turkey. How good looking is this mask, right? You ready? Look at that. How beautiful is that? Tell the truth. 古莫认为讲，这日的社交会致使疫情更加严重，强烈要求民众过节期间避免聚会。若无明年1月份，新冠肺炎的确诊率可能会增加到7%至10%。到时阵，州政府会撒更加严格的防守措施，经济嘛会受到打击。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国陆续传出本土病例，伫天津甲上海拢有。另外，香港嘛出现第4批疫情，上界严重的是有一阵跳舞群组集体烧胃感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伊是表示讲，因为香港的疫情恶化，所以即马要限制酒吧、KTV 袂使做生意。酒吧为工作人员拢穿防护衫。新冠肺炎疫情伫中国上海浦东机场相关的确诊个案已经连4天确诊，疫情继续有增加的趋势。日暗，相关单位伫机场设置临时检测区，要求所有机场人员拢爱进行核酸检测。新增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2例，天津1例，上海1例。全球疫情继续探，身为疫情上早爆发的中国，最近包括上海、天津、内蒙古等地陆续传出本土确诊。中国流行病学家吴尊友指出，病毒介意低温，建立单位了后，所有的国际运输环境拢类似冷链系统，可能会引起新一波疫情。在这个同时，世卫组织指出，已经得到中国的保证，将量早安排专家进入中国调查病毒起源。We will have a team on the ground. We need to be able to have the international team join our Chinese colleagues and go to the ground and look at the results and the outcomes of those phase 1 studies and verify these data on the ground. 赖恩表示，追溯联合病人是重要工作，而且联合病人也可能唔那一人，是来自无同地区、无同时间，所以爱实地考察、分析病毒起源，参人甲动物之間嘅傳染。多數都會涉及係唔戴口罩，而啲人群聚集咗咧，亦都會有一啲身體嘅接觸嚇。咁啊，基本上都係一啲消閒娛樂嘅場所。我哋覺得為咗保障香港市民嘅健康同埋控制疫情咧，係需要關閉。那中國疫情受關注，香港也出現第4波疫情，單日新增80例確診，其中有54例，甲進前爆發的名人跳舞群組有關係，也和這個群組累計確診來到187例，也個有10人來源不明，所以港府緊急宣布，要關掉酒吧、KTV 等5路場所。所有酒吧、所有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者夜總會咧，亦都係必須關閉。餐飲處所咧，所有嘅宴會嘅人數上限呢，會調整至到40人。也個有港府強化高風險族群的強制檢測，目前已經有2800多人依照公告採檢，未來會將產油干仔的發放地點擴展到郵局、港鐵站等地，希望會當防止疫情繼續傳開。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南韓，南韓因為疫情嘅關係，大家攏無愛出門，要食啥要買啥，攏用卡用資本的，啲消費運業無用刺激。今年已經發生15個送會員過勞死亡。趕緊走入去大樓內底坐電梯上樓，一站一站配送商品。南韓送會人員提醒是送完這棟建築嘅物件了後，佮要趕到後一個地點。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南韓物流嘅需求向上增加，平均每一個送會人員一天愛送數百個商品，造成公司過長超過12點鐘嘅過勞死。 벌써 지금 몇 명, 10몇 명이 벌써 죽었는데
우리가 일하려고 죽으려고 일하는 건 아니잖아요. 살려고 일하는 거지. 南韩民间团体劳动职业安全卫生中心调查，在疫情之下，生活人员平均每一礼拜工课超过71点钟，超过政府规定的过劳的基准10点钟。另外，南韩政府对生活业者的法律保障真少，嘛，让长时间工课的人无法度得到应该有的薪水。所以，在今年南韩失业率创纪录之下，生活人员更加唔敢轻踩换头路。 각종 갑질 계약 내용들이 많이 있습니다. 이런 거를 일반 노동자들은 근로계약서로 보장을 해주는데 그냥 자영업자로 대우를 해버리니까 보호받지를 못하는 거예요. 그래서 각종 갑질에 이제 휘둘리게 되는 이런 상태에 내몰려 있는 거죠. 对此，南韩嘛伫之前公布新的政策，要求未来每一间物流公司要根据状况加自动化的设备数量，调整限制送货员工每一天的工课时间。另外，嘛尽力改善送货业的各种欺压、太价竞争对员工不利的规定，让员工上暗时到暗时10点就免个配送商品。另外，协助公司甲劳工协商，让员工有一礼拜休困2天的权益，确保这送货人员拢有加入一载保险，避免悲剧搁再发生。国际新闻，但是东北一。南美洲的巴西、智利甲玻利维亚拢发生街头示威。智利甲玻利维亚是因为社会福利的抗争，那巴西是因为大卖场的保全拍死一个黑人，引起种族歧视的抗争。地幕警察向门牙口示威的民众发射催泪瓦斯，这个所在是巴西南部大城阿雷格港。抗争活动为日下就开始，主要原因是40岁男性黑人弗雷塔斯，和一个女店员指控言语暴力威胁，呼叫到保全人员来处理。经过检方甲法医的相验，弗雷塔斯的死亡原因可能是无气。就伫案情还未查清楚的同时，类似美国 BLM 的组织，就伫巴西各地串联，发起着大规模的抗议。圣保罗这间家乐福分店甲命案完全无关系，却是难得互抗议者入来抢劫迫害命运。Brancos, negros e índios edificaram o corpo e o espírito de povo rico e maravilhoso. Contudo, há quem queira destruí-la e colocar em seu lugar o conflito, o ressentimento, o ódio e a divisão entre raças, sempre mascarados de luta por igualdade ou justiça social. 巴西邻国玻利维亚中部城市科恰班巴也出现相当激烈的警民对立局面。抗议民众对警方弹各种物件，地幕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来反击。示威者为了促使政府增加活动的经费，加教学的器材补助，所以游行区市政府外阻碍交通，才甲警方爆发着冲突。各向西南边行，挖进太平洋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同款嘛是警方的催泪瓦斯，甲示威者乌白弹的这物件满天飞。抗议的诉求同款嘛是甲社会福利有关。智利国会7月份捌通过法案，将退休金的额度提高10%。这个月又通过类似的法案，两个拢无排除条款，同时也拢列入免税范围。总统皮列拉认为讲，这将使你退休基金提早破产，所以坚决反对。佮准备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政府同时佮提出方案纳入排除条款，同时推动退休金管理制度改革。不过，拢遭受民间强烈反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要开始做政权交接，加上新型冠状病毒预防社研发直头有好音讯，投资人看好明年的经济会当恢复。美国股市今仔日收盘大起，道琼指数头一摆徛起哩3万点。欧洲议会今仔日针对欧盟贸易政策进行讨论的辩论。比利时的议员冯安兰是呼吁欧盟爱甲台湾展开贸易谈判。德国即马当底写新的治安法案，有可能要排除中国华为参与德国国主的建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赶紧打电话给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希望德国甲欧盟对中国企业保持开放。今头等下过来关心咱政府推动创水南，咱国家家己起家己制造。总统蔡英文昨早是专工去高雄，总统嘛强调讲，下出这一大步，人民已经等4冬，咱会用行动来证明咱有实力，破除种种的假消息，政府会守护台湾的主权。请启动。总统蔡
云带领国防部长丁官员进行开讲仪式，现场嘛用地线墙来直播各项的装备，输出许可等等的物件，宣示海军畅水艦各组正式来起工，国防的一大步算是等了适当。走在历任政府没有真正走过的这条路，确实是有重重的挑战，也会遇到种种的质疑。不过挑战和质疑不会打倒我们。今天起 ，Made in Taiwan 的潜舰就要正式开始建造。蔡总统致辞时特别点出到3项，讲这届参水人的动工是突破到英国谣言，嘛是守护主权上有力的展现。透过了动工，粉碎了不实的谣言。但是我有信心，就像永鹰高教机成功首飞的那一刻，所有的谣言都不攻自破一样。今天潜舰的动工，就是我们证明实际的成绩，粉碎谣言的开始。回顾参水艦的各组，筹备的总经验开超过493亿。在108年5月初，台船军弹制造的手房来动土，总算到达，会使起工制船。未来国军的目标，希望2024年第3季制造风翼型的原型舰，会使落水。2025年会当来海试，按算打造6至8台2500吨至3000吨的制造的参水艦，提升台湾国防的能力。搁有后壁就是国军畅水艇专用的手房，海军表示伊有修造合一，嘛因为地点偏僻，所以未来会当避免到外界偷看到机密的疑虑。浅蓝色的手房，根据海军透露，内部空阔，总统蔡英文嘛探到开幕式进前，先到手房视察，这是鱼雷港甲第1段的军弹。这届制造畅水艦开讲仪式 ，AIT 处长嘛特别出席，替台湾畅水艦制造提升国防来做见证。记者陈家文、林玉凯高雄报道。那立法院要搬线这个案件已经讲几若冬，拢无结果。不过，立法院长游锡堃最近已经有签署通过成立委员会，要规划新的立法院。目前到底立法院要不要迁建？要迁建的话，迁到哪里？这个到现在没有答案。立法院长游锡堃话讲甲真无奈，因为离院要线已经讨论20多年。1992年捌讲要刷去华山，1999年要刷去空中古迹，2011、2016也拢提案，不过拢无消息。相较起来，台湾的国会真的非常非常的寒畅哈，我们连一个要找一个适当的会议室，有时候都常常借不到。立法院为民国49年选一摆，原本这是一地时期第2高等女学校，不过空间有限，陆续争取议场、红楼、军宪楼甲立会研究室的中型大楼，不过依然无够用，而且建筑物旧国分线、动线无好，佮加上真侪栋建物被指定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除了结构安全有问题，也影响各项技术运作的效能。游锡堃要表示近期来确定选地点，最近正式核签通过国会环境规划咨询委员会设置要点，设置17人甲11人咨询委员，中央立委也修正提出适合离院的地点。就方便性的话，我觉得中正纪念堂应该是比较方便一点。蓝绿等等的前辈委员都有提过要把它迁建来台中，那这一次是不是我们就能够一鼓作气，然后让这件事情美梦成真？不过有学者提出，立法院开始要搬相关部会地点，也要考虑。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要决定第一个要不要离各部会，就是行政单位太远，好，那这能不能被突破？第二个就是，那如果不能太远的话，双北市还有哪些地方会有空置？孙正义表示，确实要对立法院目前的建物修理改起，可能牵涉到古迹保存问题，可能爱找临时替代地点，也爱考虑地点的国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有一对假地仔，小连续2天拢发生意外。顶礼拜会外阿姊对面床顶摔落来，头壳受伤。若拄满月的小弟因为AIDS就猝死，伊的爸母拢讲并无苦毒囡仔，也毋过检警认为案情无单纯，当地调查。相片内底老母抱担出席的后生，老爸和查某囝做伙参加庙会活动。这个会也是真快乐。不过屏东这对假地仔却小连续发生意外。一回阿姊头壳着重伤送病院，也若1个外月的小弟，过顿工嘛雄雄死亡。屏东检警接到社会处的通报，介入调查。
我们自己也是很疼小孩子的啊，对啊，被社会局说成我们受虐儿童，我们真的很那个啦，就是很无奈。我们还必须由法医再进行解剖后，才能够确认正确的死因。这对家弟仔因老母讲，因查某囝19个时阵跋倒去弄着头壳，因为迄当阵伊要饲因囝食奶，才会无注意到查某囝的安全。迄若过顿工后生咧食奶的时阵，因嘛有照常家己打脚拼，后生嘛有拍下。想袂到早起困精神的时阵，因后生的面已经翻乌。针对爸母的讲法，检警是采怀疑的态度，因为小连续2天发生意外，代志可能无遐尔单纯。我们把它列为一个重大的一个案件，但是因为重大的一个案件，所以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医院方、跟我们的检方、跟我们的警察以及社工4方联合，做更严谨的判断。屏东社会局表示，一回查某囝还阁伫咧家护病房做治疗，因为这个家庭并无通报是高风险的家庭。不过因为24点钟内一对家弟仔小连续发生意外，考虑到保护儿童，紧急甲查某囝做安置。因为后手的调查，若是照顾有疏失，家长就要做亲子教育；因为涉及虐待，就会以违反绩效法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那南投是有一个国中的查甫学生，伫这个月初因为无规矩，互老师叫去办公室内。过程中，这个学生囡仔情绪失控，对老师瞪一瞪倒，大细声屁屁叫。老师才打电话报警察。南投县的教育处是讲尊重老师的做法，不过日本教育基金会认为老师安尼做失去教育的精神。南投一间国中的查甫学生，好亲像不合老师的管教，原本屈伫涂骹，雄雄徛起来凳倒啊，佮逼近老师，一直甲警察出现伫镜头前，学生才被揪开。对老师请警察到学校协助的代志，南投县教育处表示尊重个人感受。不管是教师的人身安全，还是学生的人身安全，我觉得有需要的时候，需要警察来协助的时候，也是对校园安全一个有保障的行为。南投县教育处指出，教师辅导甲管教学生办法作为事项第13条，老师面对攻击、毁损行为之余，应采取必要措施。校方当时定位是校安事件，所以才通报警方。张校长表示，老师伫教育现场确实无绝对的主导性，因为有很多的一个管教的一个红线的部分确实是会造成老师在管教上面很难去施展发挥的一个空间，这样会动用到警察权，警察的部分大概就是很危机啦，这是比较罕见的。日本基金会批评，面对高关怀学生，个别老师的专业确实无法度导正学生偏差行为的时阵，应该寻求专业的辅导老师协助，直接请警方到学校处理，较无适当。应该要有资源系统进来，然后接手来处理就是学生的负向行为问题。因为你找警察来处理，恰恰好告诉学生，我就可以用强的方式来压制你，而没有达到教育的目的。南投县教育处表示，代志过后，家长、学生甲老师之间已经做良性的互动，即学生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对后续辅导方式也甲家长沟通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嘉东是全台湾唯一挖海的客家庄，嘛保存古迹的聚落，等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即马在地结合观光，要请观光客要来体验客家庄的日常文化。屏东嘉东保存在地古迹，甲庄头内侪侪古迹串联做伙，成做嘉东古迹聚落群，互讲做是活的博物馆。毋但有完整的客家建筑，阁有日常生活体验，亲像洗衫。今年新开放洗衫场，互游客体验洗衫裤、搭水果，成做高嘉东才有的观光景点。这个洗衣厂恢复之后呢，整个景象打造配合我们嘉东目前活的博物馆。包括有杨氏宗祠、西栅门、张家商楼、萧屋、步月楼，还有进志亭、重建的杨家祖堂，这几个那么密集的5个古迹跟历史建筑，还有三合院的主堂、四合院主堂，这个宅地那我相信不但会吸引我们台湾各地的游客，连国外的这些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对我们台湾观光是非常有大的帮助。在地乡亲积极保存，增加我的博物馆的收藏特色，佮增加游客甲古迹的活动，带动在地观光发展。
在整个从以前留下来，也就是先人留下来的古迹跟历史的场域，它都是一个历史古迹的聚落群，所以很多的原因的盘点，我们把周边的整个文化廊道、历史廊道、观光廊道把它串起来。嘉东古迹聚落群除了吸引游客游赏，阁有外国艺术家主动直接要来客家庄，也互嘉东的名声阁较透，成为屏东的重要特色。记者综合报道。那云林县中乡有社区开课程甲时代广告，透过歌声，互老大人感受活力，卖当活甲更较空间。老师带时代斗阵又筋骨，因为了咪就要开始广告咯。来这拍鼓足快乐个，因为我若着今仔日拍鼓，我拢足早来，来拍鼓运动。心情足好诶。广告毋若需要体力，也着爱认真听节奏，才有法度对着阵。这时代甲广告当做运动，伫咧云林姊母社区下太古课，互时代会当拿振动身体，也兼顾健康。毋但会当防止因的身体机能退化，也会当互因有机会甲厝边头尾拿半暖。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到社区，跟长辈一起活动打太鼓，看到长辈打太鼓很有活力，打击太鼓会让情绪变得更有自信。那结合力与美的全身运动，击出震撼人心的鼓声，配合音乐的太鼓打击，不但可以训练节奏感和左右手的平衡感。伫咧广告的过程，也训练时代的脑筋反应。另外一方面，也互因伫咧轻快的歌声中，算了不了欢喜。引进太鼓是因为我希望就是我们的长辈都能够把身体的节奏打开来，然后有的节奏之后，他们的生活也比较能够照正常的速度、正常的节奏在走。那我觉得说，就是节奏是很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音乐，生活才会美好。用这太鼓吼，咱的老岁仔人，咱的时代会当，预防失能。那广告那佚佗，才会时代也当遮找到生活中无共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伫旧年满30周年，国家人权博物馆嘛对旧年开始，就找囡仔用囡仔做主题，嘛训练囡仔家己规划展览，甲人权的观念教予囡仔，嘛互囡仔思考伫疫情影响之下，囡仔的受教权甲生存权。这边是石虎区，然后它代表是受保护权，受保护权代表是儿童有权利受到保护，远离毒品。用特别别种的招好，比如囡仔的受保护权，讲出疫情继续滚价，儿童权可能受到多一寡损害。囡仔也用海底、北极熊，也有鸟尾，比如儿童的教育、生存和参与权，佮家己画伫咧展览的海报顶头。这张海报是以我以前打的草稿为基础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其他组都是这样直接这样子横着切，我就想说我想要换个方式。啊，这个展览主要是写互囡仔看的，所以想讲可能因看这个较简单的了解基本的权利，迄是咧讲啥物安尼。旧年是儿童权利公约30周年，国家人权博物馆对旧年到大小耍2档，邀请囡仔兄、囡仔姐以人权做主题规划展览。政治受难者张泽洲、陈庆生，也有受难者的逝岁拿文玉，也专工来听囡仔的想法。遮的父母拢有这个意识啊，所以这实在是咱台湾一个真好的进步的迄个氛围。将来他对人或是对家庭或对社会他都会有一种这个社会也是他自己做主。是对因的身上看到后届咱的社会有更较多乱一项。无共世代对儿童人权的主张和定义有争差，不如高前辈拢真欢喜看到即摆囡仔会当自细汉就对人权有知觉，会当主张家己的想法，也望因继续伫咧自由的社会不易大汉。记者民警陈玉水台北报道。
对1999年演出较大嘅日本电影《完全契约》第9集，27日时要伫日本放送。不过这出电影有98%以上嘅场景，拢是伫咱台湾家己大拿嘅历史建筑物万国戏院内底翕的。日本电影公司专工到这个戏院举办电影嘅放送会。也要到电影放送的时间，想要看电影的民众拢挤伫咧戏院门口想要入来。这出电影为1999年就放送第1集，即马翕到第9集，而且搁伫大拿历史建筑来翕。为了感谢家己在地协助，27才要伫日本放送的电影，23号暗时就先来家己放互大家看。不管是大只，还是你的迄种的背景遐物件，我拢来帮伊处理安尼。所以较有这个机会，来甲咱大拿这，所以等于看过了后，有五剧剧本，等迄种的疫情过了后，因就会甲咱超时间会来咱遮翕。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来到台湾的日本导演，透过网络甲来看电影的民众说多谢，伊嘛透过翻译表示，台湾的宗教甲地方的文化，互伊有真深的体验，嘛真感谢有这间戏院会用完成这出电影。像吃人一样的，就是很痴情的人哦，为地方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戏院，不然我相信没有办法吸引电影公司来。希望到嘉义来拍摄的人，透过网络就可以可能找到这个感觉哈。那未来实际上很多的电影的协助，我们也都会去做相关的处理。那包括有一些微薄的预算，那我们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补助。嘉义县政府表示，有愈来愈侪影视作品来到嘉义县取景，县内嘛已经整理300外个通翕电影、电视的中所资料，放伫咧网络顶面，提供予有需要的单位。希望因透过影视的作品，互更较侪人会当来入捌嘉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高雄的台湾舞剧团最近是搬做工拄着旋风夜戏出，戏文内底有河南话，还佫有台语，而且舞剧内底嘛有唱歌戏，又佫是另外一种无共文化结合。风吹时，旧城保护百姓，如今市民都爱守护旧城好。左营的旧城头前，古早时代的凤山管府的左王爷，甲左营新丰爷同台表演。新丰唱歌戏，左王爷唱的是舞剧。其实这是台湾舞剧团为着左营旧城东门通水特别编的戏出，两个人用河南语佮台语对唱，听起来袂小卡，煞真好，互人感觉真新奇。高雄有贡献的一位先人，跟我们在地的这个神明，两个人因为这个饮水也是一件大事嘛，原本就有曹公的这个剧本，就拿出了一小段，那再配合了，我就稍微编写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唱词。演新丰唱歌戏的是舞剧红校王海林的查某囝刘建华，伊捌伫杨丽花歌戏团合习，即马是舞剧团的小生。伊讲舞剧甲歌戏身段差不多同款，毋过唱调差真多。我跟廖琼芝老师，然后跟杨丽花杨阿姨都有学习过这个歌子戏，那也是我很喜爱的一个剧种。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常常想说，在台湾这样子一个多元的、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这个氛围里面呢，自然我们在舞台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歌子戏，也有豫剧，甚至有黄梅调。有京剧，可以共同一起来演出。台湾舞剧团已经有67年的历史，唔但已经本土化，逐当拢会甲其他剧团合作，互相交流。因坚持传统嘛有创新，豆豆发展出台湾特色的在地文化。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咱台湾对1997年开始办理辅导半中途无继续读册囡仔，或者的囡仔会当接受体制内也是体制外的中途班，陪囡仔伫迷失的青春半中途行过这段路。今日暗时10点，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做伙来了解休学无继续读册这个囡仔的故事，甲因人生的困境。
2002年成立的信用学园是中华第一个合作式中途班，伫遮的拢是捌动学、搁倒来读册的学生。I can fly。中辍这个字这件事情的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是会带来很大的羞愧跟挫折的。我们这边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能量、知识、专业去帮助孩子说，中辍不是你的错，因为你已经选择回来复学。因有的是家庭失功能，有的是经济困难，也有的是无法度适应学校生活，父母定定无闲通照顾关心囡仔。根据国教署的统计，最近5年来，高中小长学率从0.20%当年降到0.18%。不过因为刑法规定，无到14岁无得做罪犯，有心人嘛有可能用这点使弄青少年犯罪。错，跟上过来。这个过程伊也无伫咱这个学校甲家庭之间吼。有可能会去一寡犯罪也是犯罪边缘的人来去带去，或者去吸毒，也是去做车手。也提醒我，尤其当做啥？2005年成立的乐风剧团，伟成、伟志甲叶顺3位创办人，过去嘛拢是人所讲的问题学生，今嘛应用戏剧教育为各关怀青少年创造舞台，嘛为因打造一个暂时通杂风美好的厝。因为我感觉讲，迄少年中心啊、学校啊，搁有政府啊，暗时拢嘛是咧休困。若是这囡仔暗时出代志的时阵要安怎？体制内外共同打拼，拢是希望有愈侪人来理解甲包容，就通甲这囡仔牵转来咱身边。记者卢尚如、林建筑综合报道。当年感恩节，伫美国的白宫拢会举办特社火鸡活动，红选调的火鸡真好运，会当摕到免死的金牌。一世人拢袂妨煮去食，拆食落腹，放去桌顶。相信敢知影这个传统安怎来的？来看刷落来报道。甲人开2只火鸡模样正式公开。华盛顿维拉德酒祭酒店8月迎接关闭甲棒棒2只贵宾。因其中一只会伫咧当地时间8日送去白宫玫瑰园，请做美国总统的来宾。2020's been a little challenge, whether it's a COVID, whether it's fires, whether it's economic turmoil. I think it's great to celebrate something that's happy. 饭店的人员准备2张面床，还有南梅仔甲番麦食食，互番麦甲棒棒困互饱了后，才去参加特赦仪式。这嘛是美国感恩节进程的重点。不过这项传统其实是最近几十年才正做白宫的例行活动。根据记录，上早特赦火鸡是林肯总统，伊伫咧后生要求之下放过1只火鸡。到1870年代，农民开始送火鸡去白宫的风俗，数量侪甲前总统柯立芝阁呼吁讲唔通阁送啊。不过农民的好意是真歹拒绝，总统敢若会当收来才阁赦免。包括甘乃迪、雷根、尼克森拢捌放生火鸡。1989年，老布什执政了后，伫同胞人士遐得到灵感，正式甲赦免火鸡来做年度的活动。After all, this turkey represents America's 45 million turkeys who will begin making their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 to our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So take it easy, turkey. We're just here to serve you. 多1只火鸡会当得到免死金牌，要经过几啊个月选择，交予小学生报名了后，才阁放去咧网络投票，票数较济，就会当得到白宫入场的门票。因为是伫咧过节进前来举办，佮加上火鸡入去白宫本身就真趣味，当年仪式拢会请真侪媒体来采访，佮加上总统讲的话嘛真趣味，互民众增加真侪话题。Time flies, even if turkeys don't. Butter, I wish you a lot of luck, but I hereby grant you a full and complete pardon. 记者综合报道。若出世是瑞士的国民运动。今年初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传，所以规个春天、出世大月拢封锁。若即马搁寒人啊，是出世大月，当地出世场嘛拢已经做好防疫措施，要来救这个产业拼观光。伫瑞士阿尔卑斯山顶的维尔比耶，规年冬天拢正适合规个火仔来遮耍。登山、健行、飞行伞这款户外活动正受欢迎。伫国际假期时阵，人搁较多。对高原顶的人看到白浪峰、马特洪峰美丽风景，几落百公里长的坡道也培养出真侪国际级的国际选手。
今年冬天的国际季已经开始，业者自缆车到设施拢无消毒，做好防疫迎接游客。室内爱遵守社交距离，虽然只敢国际才当提来。Mettre le masque sans trop de soucis. Je crois 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a vraiment pris le pli maintenant partout, même en dehors de la montagne. Donc c'est quelque chose avec lequel la population apprend gentiment à vivre. Je pense du moment que tout le monde respecte le port du masque, respecte les règles qui sont mises en place, ça a l'air d'assez bien marcher comme on sait maintenant. 今年三家防疫封锁，和国际业者强被挡袂落去，年底也是受到限制。业者今年已经放弃亚洲加美洲的游客，国际学校这款群组活动也无法度进行。不过当局最近放令欧洲旅客入境的隔离限制，业者希望外国游客来过圣诞。记者综合报道。考古学家最近伫意大利的庞贝古城附近有挖出2个保存甲真好男性的遗骸，嘛判断讲因可能是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避去地下室避难。2个人是不幸过往，不过因的遗体全互高温的岩浆甲火山灰包掉咧。庞贝古城西北近郊最近出土的这2具男性的身尸，是伫咧一座别庄的地下通道去互发现。考古学家推测，西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时阵，2个人可能是逃过第一波的火山灰喷发，走去较安全的地下空间找找暗号。想袂到，也是无法度避过过长工更较强烈的火山爆发。Vengono travolti dalla corrente piroclastica, probabilmente alle 9 di mattina, quando raggiunge Pompei la nube ardente che distrugge completamente i piani superiori di Pompei e uccide chiunque ha incontrato sul suo percorso. Morte probabilmente per shock termico, come mostrano anche gli arti, i piedi, le mani contratte. 考古学家表示，对2个人保存甲正完整的喙齿甲骨骸来判断，一个人的年岁可能伫咧18到23之间。穿较空阔底衫的一个，因为部分两骨的椎间盘有突出的现象，显示讲在生的时阵是做粗工的奴才。另外一个人的年岁较大，超伫咧30岁至40岁之间，骨头的结构正勇，穿较空阔的长衫，倒边肩胛头各满一领羊毛的衫，可能是地位较悬的妇孺阶级。医师进前双手冇胸卡，双骹嘛有弯翘。Una morte che poi per noi è una fonte di conoscenza incredibile. Il dettaglio della tecnica, della lavatura del gesso restituisce non solo i volti, non solo le membra, ma i vestiti. Le vesti con un panneggio straordinario sembrano veramente delle statue. 这个别庄的遗址，捌伫2年前挖出3只马的遗骸。根据马身上的杜青动马碗来推测，别庄出土的身份可能真尊贵。这个出土的遗骸，嘛会当帮助进一步来研究这个皇帝伫咧火山灰下骹的庞贝古城伊原本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伫在，今仔日东北风减弱，温度嘛小可回升。不过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会记得晒衫。所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到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请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